论係幾多年重要嘅營養來源。照農委會嘅統計，台灣當年生產差唔多67億粒嘅雞卵咯，桃園每得年每年愛食290粒卵。國內嘅卵農價格呢，還係用傳統一格一格嘅卵液來育雞嘅，也比例有95%按多喎。不過有科學研究講，雞媽呢長期靠個提卵嘅地度，按合備幾多生活行為受到限制，個會不平，也唔合乎動物福利。故說2012年，澳門已經不准農民用按呢細格嘅卵液來育嘅喲。去年呢，農委會也完成呢雞卵友善生產系統定義同指南，推動卵農用友善人道嘅方式來育雞嘅。雖然按農民花很多嘅本錢來做新嘅雞料，冇咁簡單，消費者係咪肯買高貴嘅雞卵，也係一個問題。不過台灣已經有農民開始來轉型呢。希望對自家做意思，悄悄地擴大影響力。第幾條導航來嚟嘻嘻、飲卵、通卵、韓國前槍類，這個老記表現還未導航，係技術廠同夾幫藥等於愛做嘅條路。育卵雞育嘅30年來，家頭一直都係用傳統嘅卵液來育。按多年來開始改變育嘅方式。我以前這整棟啊，12000隻啊，現在剩6000隻啊，再減一半落來啊。育嘅量終究成為一般，所以未顯明變少。不過技術從用公婆知道，用按呢嘅方式來育，卵嘅品質好加動多。當初設計時就是1格6隻啊，我想我嘛家看了不舒服，我家個咧驚品牌蛋，所以我想我飼咗3隻條，飼較少咧。因為你買時從頭你買買去拄着品種啊，拄着品種的時能過剩，我們賣不掉也沒有用啊，所以就飼較少咧。我們希望它是取得好的心情，然後空間又大，然後可以又生健康的蛋。所以我們現在在規劃一個放牧的區塊，就是我旁邊這一塊空地哈，想說用這個空地讓它在外面生活，平常沒有生蛋的時間，它就在外面可以自由活動、自由生活，無憂無慮的。我想這樣的話，它會生出更健康的蛋。啲台灣同技術廠用公婆共用，尚未轉型嘅卵農項目依度，現時台灣用卵雞有95%客家，還係用卵液來育，也同祖上育雞嘅文化同環境有動態嘅關係。大規模飼養，也就是開始用籠飼，大概是在台灣大概在民國50幾年時候引進的。那時候最主要是因為台中啊有那個美軍駐紮在台中，那他們美軍需要大量的雞蛋。所以那時候我們才會出現第一場1萬隻的最大場的那個蛋雞場，然後他們那時候因為場比較大，就院子沒辦法容納得下，他們就引進日本的一些籠子，就跟現在的傳統式的格子籠是差不多一樣的。不過育到安則對動物對人都唔好。2012年，澳門已經禁止家頭嘅農民用卵液來育卵雞。台灣嘅動保團體按多年來未見呼籲消費者愛購買用友善方式育出來嘅動物豐地雞卵。現陣啲卵液導航育到按度冇乜嘅發通空間，雞嘅都會破片，當到天生就會做嘅動作，未冇辦法去做。95%嘅卵雞育到然後隔個籠地背度哈，伊從量A4紙按胎嘅所在哈，有3隻、4隻雞嘅，最好的差不多有2隻嘅，所以日成都做唔得細成，係2隻、3隻得當地背按起來起起，第二時得條條牙當地，所以轉型也都唔得。按那個你去想是第一天講身心不健康嘛，
你身心不健康，你一定会用这个，就还讲盲生病是神用这个。那所谓自然行为，简单的讲，譬如说蛋鸡，它很喜欢爬抓东西啊，那你笼子就没办法抓，那它的那个脚趾会一直变长，它也喜欢磨，也没东西可以磨。然后他们喜欢做窝生蛋，也没有窝给它生。然后他们喜欢上栖架，就好像爬到树枝上面休息啊什么的，那没有栖架可以上。所以这是几个最基本的鸟类的自然行为，它都没有办法发挥。国际上近来近提升经济通货的风地，故所农委会在2014年公布论结友善生产内容定义同指南，为推广包含农业卡态的丰富化农业效法，幅度模糊擦降的品质效法，韩国并到天下因采记者的服务方式23种友善论结生产内容，呼吁论农向下类支持。但是为了动物福利这样的考量，其实我们也不断这几年也不断宣导农民，就是让动物让鸡有最起码的一个基本的生存空间，所以把那个过去非常集约的一个模式，慢慢一笼从6只、8只等等减少到4只、2只，用这样的方式慢慢的来提供动物有一定的活动空间，这也是兼顾到动物福利的考量。不过，在台湾也是将19人间论农，用丰富化农事、品质、无就丰富的方式来用论结。总建房是个2600万元，对欧洲进口，还符合到欧盟规范每10批来用论结。今年2月的张办讲，佢头版一直係用傳統曲定來用嘅方式。不過此時聽用嘅佢發現，論嘅長期地含缺嚟嘅農業杜康動會上大，故所上歸來改變用嘅方式。他们在长期这样子的会有时候会互相攻击啦，或者是会有踩踏的情况啊。那你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没有办法，因为鸡只无处可躲嘛，所以你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它长期都是受到比较高的压力。可是你还是一样，你长期这样子压力，你给它再好的东西都没有用，所以我们才会慢慢转向说，后来才发现说原来这2项东西是跟友善的饲养，跟你的很好的饲料配方是要结合一起的，对你才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想为改变乱结的生长环境，总建房就坚持。就是因为我想要再做更好的鸡蛋出来，就是我要减少它的死亡率嘛，跟鸡只的生病的次数嘛，那所以我们从8寸的笼子换到9寸的，然后还有1尺的，然后1尺2，然后到1尺5，然后你会发现，你只要当你把那个笼子变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死亡率也跟着一直在下降，一直在下降，一直在下降。总建房发现，农业业态论结就靠唔會無人事故來試體，按呢佢就穿越嘅準，故所佢唔顧加美嘅反對。結時老福卡本地嘅10批長體，佢用溫度標記照，韓國批等水量方式自動化嘅10批來用。這個是中央環控電腦，它就是觸控的面板，整個可以在這邊操作，看你要做什麼設定的變更啊，溫度的調整，就全部都可以在這上面做調整，這樣子。佢那幾條杜後，大家論結做得自由行上行下，還做得拍熱。幾條杜控嘅10批未合乎歐盟嘅標準，唔但將要求幾支用嘅嘢上輪上同加嘅亞條10批，規日內有水有吃掉，愛向幾多隻沒有幾其他嘅要求。那我們的牧場的廠區啊，大概可以以標準之內，我們大概可以養到將近1萬隻啊，大概在9900多隻這樣子。對，然後我們只蓄養了9500隻在這裡面，所以你還可以看到，因為這樣子可以，能看一下小雞就在做一些殺育啊，還是什麼，這也是在符合它的自然行為。對，你就是所有裡面的設計，就是都是在符合於讓雞可以有更多的自然的行為。
中建峰用风度平时来向论结，伫新竹总动嘅螺丝中係用风膜又有风度上论上嘅方式。按嚟论结，無論風內也嘅腦背都做得自由發通。我哋計啊，全部你照相了些是了度呢，表該算平視平視啦哈，下就條樣就表模背，因為照相了佢上來嘛，你照相了表模背些，該慢後運動場，比如石峰條路按到亂狂手啊，該下某樣都會壞起啦。所以我哋亂又該上亂相哦，佢唔會平停下來，哦，所以上亂時間做唔得到表模背，原因是咁樣啦。羅斯良頭擺係用自然風膜嘅方式來向土基嘅品質一定站，故所以按多年來開始用論結，每次都就用風膜嘅方式來向就好。你嘅弄到關年小係個，佢當然是卡年就個啊，你又會快樂咯。我哋個病出去，停得慢停得下走，佢從下就條病出去時咧，佢有成日條就個做細線啦，奶咧做細線啦，所以佢非常係快樂。按用出亂要當，按做亂是好事啦。你係講用個弄個小個時咧，因為個介時溫攤溫對，當到污染。隔壁人就會吵啊，隔壁人就會抗議，所以我哋用小嘅方式，戒了完全唔會吵。共用嘅自然風膜，黃建成嘅用法要下下進步，佢唔但將佢用有機飼料來用嘅嘢，還留聽嘅自己幾條東西拿來做有機皮。再個留一條有機皮來做有機長吹，冇按將嘅有機吹就拿來俾雞嘅，做嚟個完全係人類同好嘅循環。誒，你嘅雞吼，嗰些有機嘅飼料，吼，譬如講有機黃豆、有機嘅玉米啊，吼，韓國吼一些個天然嘅東西，你要做到嘅是對你土地嘅友善啦，吼。你做唔嚟味道熟嘅時候，你片土地是防腐太起嘅，所以你嘅用水經營你嘅觀念你係要做到嘅。黃建成嘅論結，未係用對雞嘅好嘅方式來學，仲係要發日嘅黃尾蟲，雞嘅做地啲嘅，土基數樹下風勢嘅走，只要切菜去爬去揭，錯掉度嘅蟲嘅也掉來食，就算本錢當初。黃建成還係堅持愛有機。你要對個動物你學個雞要友善對佢要當好佢出來冇擺走，韓國佢食東西嗰陣再做咩來踐踏韓國人比佢按不加衰磨時候有個雞架比衰磨韓國佢一家上來時佢一家進出上來，所以我哋做你嘅。假使我老天然配茶係我去做，還是唔是做嘞？因為當人在做，迄老經濟模式是，所以還是想來做對大家還有健康的事情來做，你賺錢唔賺錢，那會回事你要做出有日的事情。頭擺幫天下飼菜記走嘅幫山雞，嚴重嘅指導按嚟學就一定讚美。不過受到禽流感嘅影響，農委會無相關技術推動。仲會修改雞卵友善生產力同定義同指南，未來會推廣省內品質同豐富化農事，也兩種方式來學。歐洲其實這2年的禽流感也相當嚴重，歐盟像法國、荷蘭，其實碰到禽流感的問題，所以他們最近也在檢討，這樣一個開放式的一個飼養模式，是不是符合生物安全？後來他們也認為。這樣子是暴露在高危險底下，所以他們也逐漸的把室外飼養已經趕到室內了，或是作為所謂的，就像我們提的類似非開放式的一個飼養模式。農民單單未認同用風膜來學會有風險，雖然聽說會掉時間，韓國本錢來漲給了，未均可想辦法來配合。因為我哋病出嘅風險應該也有風險大嘅啦。咁你講做唔得，政府講規定做唔得，香港我哋就配合政府嘅政策嘛。
老实讲啦，政府安泰，我哋要来对抗是冇办法啦吼。你迄总是讲，假使迄政府要求安尼要做卫命，啊做埋吼，做较高调卫命吼，我哋要做啦吼。总迄我哋要希望安尼莫报来感染啦吼。我哋要想办法去做，不过是讲你要慢慢来做啦。虽然台湾开始有农民支持向游山论结，不过还望有意同意安尼做，将上到本钱，韩国消费者没冇听错买会出水，青岛嘅农民就很唔干。因为压力太大了，而且局限于这个土地方面的问题，台湾是地少人多。那土地的取得，还有土地的价值都相当的高。面临要投资这方面的时候，是比较集约、比较经济化、比较密闭式的饲养。那当然这个是会慢慢去改变它，要消费者去接受它，因为它的成本相当的高。它饲养成本相当高，造成了以后市场的鸡蛋的价格也会很高。我觉得最大的挑战还是讲消费者愿不愿意。本来你4兆人可能5万元、6万元，今年4兆人可能要7万元，有的要9万元，也11万元，愿不愿意支持？你讲今年4兆人，你现在讲你台湾人动物性蛋白质啦、动物性脂肪都已经过量了食卵也好，食用也好，所以少食得过食得好，品质也好对环境也好，对动物也好，对消费者也好。通报团体认为，唔好老乱嘅看做抢位上乱，应该行为从事通过封地嘅需求，主题副讨论咯，含卡规教育消费者。台湾水土游山用乱结业环境，将会发展到很较好。对于参港嘅内容，转换到用游山嘅方式来用。我们推广韩国受过嘅卫生经验，台湾其实正开始。